咱台湾特别真做超高龄社会，做老人的健康问题是真重要。杜医生提醒糖尿病时代要注意血糖上低问题，因为有的患者出现阳性的镜头，厝内人刷抓准，伊是去刷到。215哦，比较高一点点。看诊进前，护理师帮是大人量血糖，注意血糖变化对因真重要。中央统计到今年8月，国内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数18%，65岁以上高血糖的几率有2.7%。是大人糖尿病患者愈来愈多，不过唔掠糖尿病会互是大人有并发症，低血糖嘛有可能出现混乱、低保等发作、心跳伤紧、会紧张等等的症头。有一寡家属无注意，佮当作厝内的人是卡着因。平常会注意吗？会饮食啦。那您会量吗？会量一下血糖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家族性的。三高啊，就有当时袂稳定啦，会安偏。高医临床有过75岁糖尿病患者，常常袂记家己是谁，半暝真激动。事后诊断是大人的低血糖，因为低血糖有当时也无镜头，无容易发现。尤其糖尿病患者，若常常饮食无正常、运动量增加、用药唔对、食酒，拢有可能增加到这个风险。像低血糖患者，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一个研究，他有1/3的人验起来是有低血糖，但他只有12%的人，他其实是有症状。有些患者他是反复低血糖，他是甚至会把那个阈值降低。如果这个患者一直这样反复把阈值被降低，等到他有一天真的会诱发的时候，已经低到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求助了。医生提醒厝内是大人若咧使用胰岛素，发现伊甲平常时的行为无共款，就要注意来监测到伊的血糖，因为低血糖是上接看到，却上容易互人忽视的临床问题，若严重有可能死亡。记者王柳婷、林昭宽报道。